大吉大利养父呢，唐天来引进先生咧，带来个开档歌，系咩起到真是新年都有发的咧。我嚟听听你说的分享几多哦。真嘅哦，过年的时节一定要尝到了客家传统的啲东西啊。呀，冇糖哦，是冇过年的，刚刚冇过年，错冇？气氛吼。嘿，他上来欣赏来，来大家问候一下。因为客家电视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欢迎李先生。小周你好，你好，所有电视机面前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李小霞，祝福大家新年行大運，虎虎生威哦。哦，我们曾老师嘿。两位主持人好，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曾怡玲。哦，曾怡玲哦，今年几多岁咧15歲。15歲啊！哦，你啊，後生人啊，學少啊，來學咧傳統嘅客家咧歌曲。你有冇想過來學咧傳統嘅客家咧歌曲？因為你係客家人。哦呀，恭喜好啦！你這一定要鼓掌一下。客家人是學客家歌曲啊，錯，一定會唱客家歌，錯嘛？係啊，我們的小妹妹其實咧才15歲，15歲聽聽，咁過嚟學嘅客家歌曲已經有7、8年嘅時間咧，係冇？係。哦，7歲開始學客家歌曲。錯。哦，賴先生問你下，你傳統嘅客家人過年嘅時節啦，有乜嘅事情啊，一定要做嘅？艾迪。乜嘅？賴先生吼，過年嘅時節，艾迪總部在傳承客家文化。对，因為過年的時節吼，關於過年開較閒吼，一定要好好的將呢客家文化研究一下。係啊，起碼計咧。小眾哈，現在因為53年吼，大家退休了，一年冇見到面了嘛，大家好好的研究一下綁虎嘅，綁虎，我買得穿錢，綁虎打牌，打牌，哎呀，一天可以啦。過年啊，呢啲上下年吼，咁冇買得好料咪啊。過年了，嘟好田西家當做潮啊，做潮嘅時節，佢當然就係尋到一條嚇親朋好友嚟嚇，大家真係唔好講度橋啦，講度橋生意冇得，大家努力雞蛋嚇，哦，嗰時佢兩啲經濟啊嚟係啦。最主要是大牌時節啦，大家做的聯繫感情啊。對，講咧今年啊，有冇下乜嘅事情啊？因為一年只要有多多朋友是兩隻時節，只要有機會嚟碰面聊聊天，分享一下。冇錯，咁過嚟講到咧。秋夏老師今年過年後特別嘅歡喜，因為咧秋夏老師不但會唱歌，今年後都客家興起頭還撲戲，撲乜嘅戲啊？有啦，撲佢出啲客家嘅演，唔過我哋不都吼做個角色吼色彩吼，人係吼比較是說較醜化啲，人係本人嘅形象冇嘛強咗。我禮拜都嘅角色係乜嘅？老長頭，你要狗衝你啊！你按後上可以去做嘅，那要化妝要化得很辛苦，對不對？我是講咁奇怪，得客家電視台哦，得弊哦，請埋做個角色咯，唔係老嘅哦，冇做那個醜啊！我想要來問秋霞老師哈一件事情，哪個事情？你看有撲戲，有唱歌，你好唱歌，又好撲戲呀？佢唱歌還好。他神奇哦，他好傳統，所以幫下佢啦，唱是有錢到台，撲起一定幾年咧，當天啊，一定要撲過一次啊，撲過，等一天我撲到，賺撲卡，有時你講等幾年呀，收工啦，賺撲卡還冇撲過，錯，你一表示嘛，計咧，基本嘅嗬，你啊演出呢個節目嗬，秋夏先生要帶嚟好聽嘅歌曲，真嘅嗬，錯，哦，等一下哦，唐講啊，我會帶來特別的歌曲，好冇？對，秋霞老師跟怡玲妹妹咧會唱一首時點歌誒，係咁個咧，你先去彈係秋霞先生會帶來一條好聽嘅歌曲。哦，乜嘅歌曲咧？乜嘅歌曲？我哋有錢來咧。
傳，竟然係虎年，當多人對虎年遇到咗禁忌呢？哎呦，乜嘅禁忌冇相干啦，都虎年嘅時節，記得咯，當然啦嗬，講好話，接來做好事，係樣啊，一天都得平平安安、順順利利。也就係你講嘅啊，日日好日虎年來，正月新長太吉祥。係啦，喺呢樣山呢都新的一年，祝福各位親愛嘅觀眾朋友，虎年穿太健。